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首先同大家分享兩隻馬，分別係1場10號嘅領創動力同埋第9場5號太陽勇士啊。之後就同大家睇睇 AI 預測嘅部分。畫面呢就可以睇到11月9號賽事嘅命中率啦。值得一提嘅地方當然就係第5場啦。咁啊中咗條萬幾蚊嘅三重彩啦，500幾蚊 win 咁樣。我朋友就同我講翻咧，就話馬主自己都冇買嘅。咁有啲朋友就會話符碌嘅啫，係嘛？咁啊公道啲講，嗰場咧其實北基啊、見義勇為啊、仁者傳承啊、加州報捷啊，嗰紮馬全部都好爛嘅。咁最後點解會擺咗隻線路滿貫落去咧？咁我本人就理解到嘅，因為我知道呢個 AI 係點樣去運算啦。咁所以亦都知道佢因為啲乜嘢提高咗呢隻馬啦。咁只可以話俾大家知咧，擺得落去嘅馬咧係一定係經過分析同埋運算噶啦。咁除咗呢場咧，其實對上一場隻風神咧都10幾倍嘅。咁亦再一次咧證明咗呢個 AI 預測嘅價值啦。跟住就繼續同大家分享今次嘅預測賽果。有需要嘅朋友咧就可以撳暫停慢慢參考啦。咁最後就同大家宣佈翻啦，下條影片開始咧，我嘅 AI 預測咧就會免費提供頭3場俾大家啦。需要完整版嘅朋友咧就可以加入我嘅 AI 預測群組啦。一個賽季咧只係需要500蚊嘅啫。咁呢份預測咧就可以幫你賭得有根有據啦，減少啲盲目嘅投注啦。再配合埋你自己嘅心水啊、消息啊，咁贏面就一定係大好多啦。咁如果有興趣想知道埋我哋臨場賭咩馬嘅朋友咧，就歡迎加入我哋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賽馬日當日咧會提供最少2場嘅消息碼啦，亦都會送埋呢份 AI 嘅預測完整版俾你啦。一個賽季咧亦都只係需要1000蚊嘅啫。咁畫面咧就有我電話號碼喺度噶啦，隨時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